红灯心还厉害。弹滚拦截！起开！大力出射！哈哈，游戏结束了。女神，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。烦死人了！这就送你们一起上路。女神，如果有来生，还是希望能够为你遮风挡雨。嘿，你是谁？品祥，小婷、一回辛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为什么你一个前锋会放门前啊？哪里有困难，哪里就有我，因为我是绿茵英雄。这不继续。乌龙球，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！上半场比赛结束，进球有效。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居然踢进自家球门！你是脚上长疮了吗？别哭了，行了，他们也是有口无心。我不是因为他们哭，我是因为进了人生中第一个球，喜极而泣。滚呐！下半场切断里尔与中后场的联系，加强中场的逼抢，在中后场传球给他之前，就把球断下来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所有人传球给我！顾宇，来得好！快攻！哦，可恶！呀！球又到我脚下了，你们死定了！怎么个死法？来得正好，让你明白绿茵英雄多么不堪一击，是吗？那就一决胜负吧，正合我意。元首，那颗蓝色的星球就是我们的目标，蓝星。只要得到蓝星的资源，就能修复半人马母星。为此，就算毁灭蓝星也在所不惜。蓝星人的科技已经被我们提前锁死，得到资源易如反掌。报告，前方传回了一些蓝星的视频影像。看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群人追着一个球体跑来跑去的。根据调查，这是一项叫做足球的运动，流行于蓝星全球。好像还挺有意思，全凭看看吧。怎么感觉像踢中了一堵墙？啊！又一个手下败将。小兰，你的腿受伤了，把球踢出边界，这把算了。现在是绝佳的进攻机会，我不可能放弃。好球！这招本想留到全国大赛作为绝招的，看来现在不用是进不了球了。这种忍射我能接住。没接住，都怪我太强了！进去吧。好险！球还没出界。品祥，丢掉的比分我要亲手要回来。今天的进球全由我承包了。啊！无言以对。哇！这么好的机会居然没进，真是臭脚！快点赞呐！警告！警告！前方高能反应。怎么回事？成功了！半人马座的舰队被摧毁了。品祥，你做到了。蓝星没有被毁灭，蓝星人不需要再流亡，我们是流亡者的最后一代，完成了伟大的计划，可以无憾地消失了。好像踢到了什么。别望天了，开球了。哦，既然他们隔断了中场和里尔的联系，那就由我直接传球给里尔好了。好大的奖励！传得好，不愧是天马队长，别想接球，你还嫩着呢。沉住，别忘了还有我。好样的一回，站住！混蛋！那个谁，接球，好球！投影飞身之术。下，
我绝对会射偏的，快传过来！做梦！机会只留给有球的人。我一记计算好的假设真传，就会让你……居然是计算好的假设真传吗？我都被他的眼神骗过去了。别小气！虽然还不能完全掌握，但只能再试试了。又来了吗？接连射门，天马队长撑不住的，我必须做点什么。只要经历一次就能看穿了。又是他，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嗅觉吗？这次绝对不会再打飞了！不许对天马队长这么放肆！可恶！悲剧发生的那一刻，比分永远停在了1比0。全场比赛的进球由我包办了，但比赛也因我而终止了。他的伤势完全恢复需要半年左右，即使痊愈也不能进行剧烈运动了。可是，1个月后就是全国大赛的预选赛了呀！以后足球生涯能不能继续都是个问题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。滚！那个，你安心休养，所有费用都由我承担，赔偿的金额都听你的。钱有什么用？你知道腿对我有多重要吗？知道这次全国大赛的意义吗？错过这次，错过这次，对不起。滚蛋！我不想再看到你！嗨，球场上发生意外，谁也不想，别太自责了。这次全国大赛，听李尔的话，好像是他的全部一样。哦，这个呀，因为我和他有个约定。约定？其实我和李尔是同母异父的兄弟。别看他很凶，内心其实很温柔。小时候，每次见到他和妈妈，他的身上总有伤痕。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有一次路过他们家，我想去探望妈妈。臭小子，谁允许你吃饭的？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可恶！不要，滚！哦，多管闲事。吃饱后一起踢球怎么样？我守门，你射门。好。那年只要能赢得最后一场比赛，水南少年队就能参加全国大赛的少年赛了。可惜我们输了。别垂头丧气的，你的防守无懈可击，输掉都是因为你的队友太弱了。李尔，铁马，你等着，我会考进水南少年队的，到时候我会成为你手中锋利无比的剑，陪你称霸全国。李尔进队那年，是我在少年队的最后一年，他很想陪我进军全国大赛少年赛，可惜我们还是输了。铁马，对不起。我在青年队等你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会变得很强很强，强到没朋友。等我到青年队，为你披荆斩棘。然而，明年我就要外出留学了。今年是我待在水南青年队的最后一年，也是我踢球的最后一年。这样啊，下次见面就是全国大赛了，到时候再好好比一次。我们一起加油吧。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找我。好，那我就照顾李尔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因为我引以为豪的力量，李尔拼命想实现的承诺，失去了最后的兑现机会吗？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。我在此等你多时了。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来这里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来这里是你指引的吗？谁知道呢？也许是你内心深处的自我引导。有什么迷茫，说说看吧。
真的能成为英雄吗？英雄都是在帮助别人，而我却在摧毁别人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没必要这么沮丧。我不能完全体会丽儿的心情，换作是我的话，想死的心都有了呀。以你的力量，发生这种事是迟早的。挡在英雄成长的路上，受伤不是正常的吗？原来这就是英雄的成长吗？如果一定有人会受伤，我才不要当这样的英雄！钻什么牛角尖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有了半途而废的想法就是错。半途而废又怎样？我富可敌国，放弃一个梦想又有什么损失？你可是有10几个队友啊！你要是放弃了大家的梦想，连条咸鱼都不如。说什么富可敌国，好好想想你的初心呢！我是为了成为绿茵英雄，可我到底该做什么？拿着吧，这双鞋能封印住双脚70%的力量。你个仆街啊！有这样的装备，干嘛不早点拿给我啊？之前的时机未到嘛。不过你30%的力量也超越人类极限了。如何成为你心目中的绿茵英雄？去请教你的教练吧。对了，这双鞋的附魔效果会维持到你脚底板印记消失的那一刻，要好好珍惜哦。是这个印记吗？这个味道让我有种窒息的感觉。你的脚为什么这么臭？这个我怕洗脚会把它洗掉，所以那天起再也没有洗过这只脚。笨蛋，洗不掉的，快穿上鞋子，太污染环境了。1个小时了，为什么我们还在这儿？难道计划看似成功，其实失败了？舰长。这些卑鄙的人类，竟然用那么有魅力的足球比赛让我麻痹大意后搞突袭，这仇我非报不可！我守着份安静，呼吸着半环，任由汗水浸湿衣衫。远处传来的欢声勾起从前那一天，你我约定永远。再见。